再次暂停。这是一只海豹还是猫呢？我也看不清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真的是海豹也看不到耳朵。时间暂停了，完全暂停的一只海豹。大家都不动，看谁先动。猫也不动，Ivy 的手在动。这只猫也都不动。目前邦邦的表现最好，它完全一动都不动。对，而且它连眼珠子都不太动。这个画面太好笑，看大家可以停留多久。已经过了50秒了，这画面真的是太好笑，我忍不住拍了张照。邦邦表示：哦，动了，邦邦你输了。Bye.